伫看手机啊，咧背低影音对咱人有啥物款影响？美国即马就有一项做20多年的研究，显示讲，自本呢，咱人专注力平均伫2004年的时，还佫有法度维持2分钟半，也毋过即马专注力敢若缩短到剩47秒。等人顶的时间看一下手机啊，哪行嘛哪伫看。现代人手机啊无离身，随时拢伫看，惊会错过任何通知。3、4世代愈来愈无耐心，看完一本实体册，却会当开几点钟伫看手机啊。这个现象反映伫咱人专心的时间愈来愈短。美国有一项年纪差20多年的研究显示，一个人伫共一个荧幕画面的平均时间，为2004年的2分半，缩短到即马敢若剩47秒。And they know it's probably not healthy to be doing that. You know, when my patients talk to me about this stuff, there often is a feeling of helplessness that, or powerlessness. 注意力的转移毋是缺点，是人类进化的现象，表示起因人类注意的事物有转变。咱祖先必须随时注意草坡内当伫找食的猛兽。今仔日起因咱注意的变作手机的通知甲重大新闻事件。新冠疫情改变咱的时间感，互咱大部分的人注意力转移到手机啊，对时间的累积嘛改变大脑专心的持续时间。It is in many ways similar to a muscle in the sense that we can build it up with practice and exercises, and conversely, it can weaken if we're not exercising it. 想要互家己会当真专心无困难，故意改变使用手机的行为模式是关键。专家表示，第一时间莫看手机半点钟，做无共的活动，会当重新训练大脑专心。另外，适时减少社群媒体 App 的数量，通知关起来，先用勿扰模式限制使用的时间，拢是互大脑重新调整专心周期的方式。更较积极的做法是培养做介意的物件，也是做其他的活动。重点是爱相信家己一定会当改变。You can improve your attention span and really be spending more of your time in ways that feel more meaningful to you. 公司新闻张小芬编译。